顶礼拜，基隆市卫生局发现讲，国光生机生产的一款流感疫苗，为了这已经变色。国光生机昨伫疾管署的专家会议嘛提出检验的结果，因指出讲应该是社童有零件有失伫用出来，强调讲这是单一事件，会搁甲疫苗送公正的单位搁再检验。疾管署是要求讲，共一个配合的库存101000剂，就爱全面回收。其他的国光流感的疫苗，未来就爱逐期拢检查。顶礼拜，基隆市卫生局主动通报，发现一档国光流感疫苗变色。国光生机以仪器检验了后，发现塑胶套的品质有问题。泡着流感疫苗了后，验出内底硫化合物，致使疫苗变色。研判甲2018年赛诺菲疫苗变色的事件相像，刚配合库存10.1万档已经全面回收。它并不是疫苗本身变质啊，或者说有微生物污染的这种情况，而是因为胶塞它虽然说这个几率很低，不过它的瑕疵让这个胶塞里面的化学物质释出啊，而造成这样子变色的情况。国光生机指出，可能因为塑胶套的品质不良，接触到流感疫苗了后用出来，致使疫苗变色，是罕见的单一事件。已经把变色的疫苗送到第三方公正的单位进行硫化物甲相关物质的检验，确认变色的原因。疾管署指出，调查了后，共配合验收了后，配送到6个县市，已经使用8.2万档，库存10.1万档，自顶礼拜六已经暂停使用。经过检视，拢无问题。不过，有关依照合约的规范，以冷运冷藏的方式回收转来国光公司封存。伫后礼拜三，疾管署会召开 ACIP 和流感防治组联席会议，来决定这个配合敢要继续停用。已经库存的这个10万剂，事实上，各卫生局也都已经清查完毕，并没有发现其他有变色的疫苗。已经接种有变色疫苗这个批号的民众呢，事实上目前也没有接获任何不良事件的通报。只有这一支有颜色改变的现象那所以其他的假如说都没有的话，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甘业科技师指出，过去捌发生过赛诺菲疫苗因为塑胶套的问题致使变色，那这届国光变色的疫苗，伫注射之前就互发现来回收，有问题疫苗并无互使用。厂商也已经咧调查，佮有厘清，民众莫伤过烦恼。伫秋天、冬天流感流行进前，也是要照机场来注流感疫苗。记者综合报道。